6月23日，信任他人。願意信任他人是否代表我們要對別人或自己的動機視而不見？絕對不是。這樣的心態本身就是錯誤的。真正的做法是坦然看清每個人內心的好與壞，動機的善與惡分辨之後，再決定自己信任的程度。這份心裏的衡量標準能幫助我在任何境遇中拿捏好對他人的信任的分寸。比爾的視覺第144頁英文版。我醒悟，我從來不是別人的受害者，而是自己不切實際的期望、錯誤的選擇以及不誠實的心傷害了自己。當我執意要求別人活成我想要的樣子，而非接納他們本來的模樣，終究只會落空受傷。凡事以自我為中心，只會換來孤獨與猜疑。唯有凡事持守誠實、坦誠內心，才能得住真正的自信與心安。當我願意反省自身動機，持守真誠，願意信任他人，我也慢慢收起了傷害別人、固執偏激的性情，遠離一切有害的心態與行徑。